啊，笑得这么开心？哎，娘娘，您快来看呐！娘娘们把皇上的画像都拿出来了，供大家欣赏呢。我还真想看看这艳照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来，娘娘，你先看看人家的。就这，还丹青？说好听点是抽象派，说不好听的，这简直就是一坨翔嘛！娘娘，您看我这个，每个娘娘都有一幅。原来暴走漫画的鼻祖是他，真是皇上的粑粑都香啊！可怜的僵尸了，还一直把这视为珍宝。娘娘，还有我们的呢。